18.2啊，咁啊而富力咧13.84跌咗2.6% 啊，咁啊睇翻嗱呢排嘅環境差咧，外邊咧都唔係太好嘅啫喎，咁啊見到儘管話呢個美國咧嗰邊經濟復甦啦，美元反彈啦，但係似乎大家對外邊嘅信心咧都唔係話即係特別好強，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即刻請教專家意見睇點睇啦嚇，咁啊就嚟自福匯亞洲分析研究部嘅貨幣策略員 Jacob 梁啟俊啊 ，Jacob 你好，係你好你好，啊 Jacob 話先睇一睇咧，咁啊就係關乎於美元啦，咁啊美元咧有呢排有叫做見底嘅言論出嚟啊，就話呢一個美元反彈啦，美匯咧亦都即係跌到落74之後咧就唔見佢再跌落去啦，不但止唔跌，反彈到上去接近77啊呢啲水平添。咁究竟咧即係你而家見到美元個勢係點睇啊？嗱，其實睇翻技術個走勢嚟講，的確係做得真係唔錯啦。其實早排先講啦，就會有機會喺76.8呢個位置咧會有個阻力嘅，包括呢個前高同埋100天線啦。等琴日嚟講收市價咧就已經收高過呢兩個位添嚇。咁變咗喺技術走勢嚟講又係一個突破啦。咁但係兩睇啦，就係話今晚咧始終都係會議息。嗱，其實過往嚟講，即係無論數據又好，或者係即係市場預期都好，都係繼續炒緊加息嘅。睇今晚如果因為美聯儲出個聲明，個反應市場譬如話，都係有啲可能加息預期係落空嘅時候咧，就算呢個技術位真係走得幾好咧，就技術走勢嚟講咧，始終都有機會會做翻個回落，因為畢竟嚟講，由開始非農數據轉好，到即係炒加息，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其實美匯指數話就或者反彈，其實都已經反彈咗幾多添，由基本上74水平咧，叫做反彈到77咧，其實喺個即係以前成日話美金有機會即係跌得太犀利啦，其實呢排都係升得太犀利嘅。所以今日嘅美聯儲嘅聲明嚟講呢，就我諗如果係普遍嚟講就係溫和嘅話呢，唔排除美金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咁但係技術位嚟講呢，仲有一個要留意就係個黃金比率，就係由6月份嘅高位大概81水平拉落去74嘅話呢，咁基本上呢，琴日個阻力位呢就正正係382嚟嘅，咁亦都遇到個阻力。如果今日真係喺呢個位再唔能夠收上去企上去嘅話呢，咁可能即係配合翻，如果言論係比較溫和嘅話呢，美元回落嘅機會其實都會頗大。係啦，咁啊繼續咧，即係追訪一下咧，就係呢個美匯指數嗰方面啦嚇。咁其實見到美匯指數咧已經係即係升到上去嗰個100天均線附近嘅啦嚇。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嗰個走勢咧，咁啊大家咧都開始睇，其實短期咧即係始終咧都係有得升啦嚇。咁啊短期嚟講，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長遠嚟睇咧，好似冇一個理由咧話俾你聽嗰個美匯指數點解可以強到落去？會唔會咧又即係開始咧即係又預備會引發另一輪嘅即係美元拆倉潮咧？其實美元拆倉潮嘅意思即係話嗰個美元會繼續升啦，定係可能兩邊係美元拆倉潮嘅話咧，應該講美匯會升嘅。嗱，其實如果你真係睇翻啦，當然升到呢啲水位，如果技術位嚟講咧，真係可能有個中期嘅轉勢。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睇長線，所以啱啱睇翻咧就6月方面嗰個拉出嚟嘅下降位其實就未穿嘅。如果配合翻埋黃金比率嘅另外一個阻力位就係50啦嚇，其實同埋呢個下降位配合嘅話，都係喺77.8嘅。其實真係要講美元一個比較大明顯嘅轉勢嘅話咧，一定要測試到呢個位。當然76.8係第一個阻力佢衝破咗，而第二個阻力應該係77.8呢個位置都真係會比較緊要。如果真係能夠呢個位都能夠係升穿嘅話咧，咁呢個中期轉勢就會確認到。但係咧，回歸翻到下年嘅時候，冇錯，可能美金真係有機會講到會加息，但係最終都要睇翻個基本面嘅嗰個叫做角力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復甦嘅話咧，我相信美國嗰個復甦速度咧，應該都唔會話快得過其他國家。呢個亦都係即係可能係金融海嘯之後嘅後遺症嚟講咧，就好多問題其實未解決，可能大家都依排啦炒翻美金升嘅時候又揞埋咗美金，美國方面其實仲有好多個問題，譬如之前講緊銀行方面，其實啲細銀行都可能陸續仲有破產嘅危機，呢啲仲未即係冇攞出嚟講咯。咁所以就話，如果要炒美金升翻值嘅話，一個長遠嘅轉勢嘅話咧，我諗即係要多啲嘅數據或者係即係一啲焦點去即係要留意翻啦。咁我睇嚟咧，即係如果你話呢排美元轉強咧，再而外間話推斷翻呢一個經濟復甦好啦、快極咧，甚至乎比起聯儲局咧話呢一年唔加息嘅，即係睇法調翻轉，有啲人話可能會出年上半年就要加息噶啦，咁機會都好細喎，係咪啊 Jacob？ 我覺得就會真係比較細啲，因為始終再講多次，由之前兩日都有講嘅就嗰個債息問題啦。因為一旦提到加息嘅話咧，其實嗰個債息嗰個支出都會就會嚟得比較會比較大啲。所以再加息嘅話，可能10年會講翻上翻3.8厘，30年可能講到4.7厘。咁其實長遠嚟講，對美國財政部嗰個利息支出嚟講都會比較龐大。咁呢個亦都係影響咗復甦嘅步伐嘅，相信。咁我想補充問下你啦。咁嗱，如果係美元啦，即係個強勢，亦都對翻歐元嚟講啦。咁啊，即係美元就升到2個月高位啦。不過歐羅咧就跌到去就係尋日見過啦，1.4501啊呢
啲水平，咁啊而家時段就反彈翻去4541咁上下啦。咁睇翻即係歐羅嘅走勢會係點咧？嗱，其實歐羅走勢嚟講咧，佢再穿多一個關口就100天線都穿埋啦。咁你話下方嘅支持應該要去到黃金比率嘅一半50%嘅，大概係4430附近嘅。當然啦，而家佢就照守穩咗1.45呢個水平啦。今晚亦都係好決定性啦，就係話如果見到嗰個美聯儲嗰個聲明係溫和，唔排除會反彈翻上1.47都可能嘅。當然啦，你話其實今晚咧，如果你話即係純粹睇非美貨幣，仲要睇多一樣嘢就係油同埋金啊。呢兩個指標，因為睇住美金咁升嘅時候咧，唔難發現咧就係話嗰個油價同埋金價已經好似揾到個支持。咁呢個有少少奇怪，就係話通常如果美金繼續升破頂升上去噶嘛，但係你見到個油同金都冇分別再做低位。咁呢個如果你話站在商品呢兩個指標走在前線嘅話呢，可能都會預測今晚嗰個美金嗰個聲明其實未必想像中咁即係咁強硬，要講到加息咯。咁非美貨幣如果跟隨翻商品嘅話呢，可能都會揾到個底位。係啦，咁啊繼續咧就睇下咧跟進下另一啲嘅高息貨幣啦嚇。咁啊而家咧見到呢一個嘅澳元啦，咁啊仍然都係徘徊喺呢個91美仙附近啦嚇，咁啊見到咧話喺澳元，上次咧都仲問你話如果咧即係跌穿咗90美仙嘅話咧，其實可唔可以吸納一下？而家咧就真係啱啱穿咗啦，咁啊89.69、89.74啊，咁呢個水位，我哋呢個時候我記得你上次講咧就話真係要小心少少，而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定係真係衝落去就下一串短嘅，咁啊攞個聖誕禮物咧？嗱嘅，如果你話現階段嚟講咧，之前有提過兩種形態，一個就係頭肩頂。頭肩頂做緊㗎啦，即係可以話好近磅㗎啦。另外一個就係收窄三角，分別都可以話喺8970呢個位置揾得到嘅，係一條斜斜啲嘅頸線加一個收窄三角嘅底部。如果真係今日收低過8970或者係更低嘅話，甚至乎穿埋8910嘅話呢，咁其實短暫嚟講沽翻落去88美仙呢，應該可以獲到一個唔錯嘅利潤，因為一個比較明顯嘅突破啦。咁而且相信技術分析嘅人都幾明顯啊，呢個頭肩頂。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純粹 follow 呢個策略嘅話呢，沽呢應該可以攞到個短暫嘅利潤嘅。但係呢，始終即係今日佢個轉捩點啦。當然你話今日有個問題就係話由央行方面出嚟講嘢啦，對個加息方面嘅預期呢就停一停啦。加上就個 GDP 數據出得麻麻地，咁有個因素炒咗佢落去。但係呢，如果你話長線角度嚟講，我就未變嘅。雖然話 GDP 出得唔好，亦都話即係加息步伐可能會暫停，但係其實呢，以嚟到嗰個預測方面呢，其實有啲分析都繼續講咗話，其實明年澳洲呢仍然有分分鐘有1厘嘅加幅添嘅。其實同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呢，其實未來1年其實澳洲都仲係起碼3次嘅加息機會，其實都係一致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喺個時間上面，可能市場認為加得唔夠快喎，咁可能有個藉口推佢落去。咁我覺得就呢個我對長期嚟講個澳洲嘅走勢就冇變嘅。咁你話短期個匯價走勢亦都有個技術形態出咗嚟嘅時候呢，你話短暫沽可以，但係即係你話真係短沽咯。因為如果澳元一旦一個反撲嘅時候，其實都可以係好大，嗰啲要小心啲。揸嘅話呢，我唔會睇個價位㗎啦，可能會睇個時間。如果你話當然今日美聯儲冇乜聲明出嚟嘅時候呢，可以少注。但係你話真係一個比較好嘅時機呢，應該會去到即係今個月都未必會好，尤其是年底啦。咁我會去到1月嘅時候呢，先會考慮去入即係比較大手啲去吸納澳元啦。咁我講喺度咧，好多謝